尊贵甲威严保卫伊，权能甲欢喜充满伊的所在。地球万民拢着称赞上主，就将荣耀甲权能归乎伊，就将上帝应得的荣耀归乎伊，就带祭物来到伊的面前，穿圣洁做礼服，敬拜上主。咱来吟诗，圣诗184首，上帝听从，哪会遐尼大？请起立。上帝听从，哪会遮大？欢喜喜乐互我，因我对你相看的人，互我甲伊困我，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那真心我靠。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直到去你，耶稣恩典哪会遐深，充满伫我心内，因为对信心敬乎伊。平安自在，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那真心我靠，为得伊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直到去你，信心感动。哪会遐看？互我心在过时，亲手互因亲手感化，是命我心前地。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那真心我靠，为得伊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直到去你，让伊行先心上为伊体，至尊至冠至大，尊贵严更严远无体，无路伊名无线，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那真心我靠，为得伊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直到去你。主，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伫个主日的礼拜，阮三甲自节来敬拜。主，你讲有2、3个人奉你的名聚会，你就伫阮中间。阮将一切过去一周生活中有侪恩典，主你保守阮，阮献上感恩。即时我嘛要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执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一次，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咱三甲来启用。
启应文40篇，以赛亚书第6章。伫后壁面1071页，我来刻，请大家来印。我有看到主坐伫宝座，伫真悬的所在。伫伊的周围有西拉宾天使徛伫遐侍候。现在，现在，现在，万军的统帅上主，伊的阳光充满全地，门框因为呼应的声震动。迄时我讲，因为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我的目睭有看到王，万军的统帅上主，有一个希拉弗天使飞来我遮。将弹捂我的嘴唇讲，你的罪过已经除去。我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啥人？我就讲，我伫遮，请找我。咱三甲额头来祈祷。创造天地、永远掌权的至高上帝，我满心欢喜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感谢你，你的恩典保守阮过去一礼拜的挑战。你是阮生命的石盘，嘛是阮路上的真光。阮伫即个神圣的主日，阮聚集伫遮，要将上大的敬拜、尊贵甲感谢，拢献伫互你，独一的真神。圣洁公义的主，当我就近你，阮就看见阮心内家己的黑暗甲欠缺。我承认，阮有时会有受到世俗的搅扰，心思意念离开你的真理。有时面对生活中的波浪，阮的信心也会软者动摇。恳求主，利用你的保护，搁一摆洗清阮，互阮知，阮的过失，你会当赦免。求圣神伫咧阮的心内做工，互阮重新得到气力，活出你欢喜的模样。主啊，我要特别伫即时来为着阮的李敬慧老师，也是周欣英的妈妈，伊伫咧5月29号安息天家，求你用出人意外的平安安慰遮所有的遗族，互你伫咧因的悲伤中会当看见主你的恩惠，甲即个家族同在。阮也要特别为着因伫咧6月10号的告别礼拜，求你保守规个礼拜中会当一切顺利。阮嘛要特别用感恩的心，为着教会设教68周年，来向你献上满满的感恩。主，阮知你互阮徛伫咧大安区即个社区内底，你要用固定教会来成做社区的祝福。求你帮助阮伫咧即个要庆祝68年的即个庆祝的即个时间，保守阮会当邀请过去踮伫咧固定教会遮个足久无见的会友，会当甲阮三甲来庆祝。我嘛求你帮助阮，会当伫咧遮个过程中看见主你的恩典甲阮同在。
今年9月，我们举行中职选举。主，阮知影这是主你交托阮伫遮教会要处理管理教会事工，求你保守，互阮的教会会当踮伫你的恩典内底。伫遮新的当工要选举的过程中，求你伫你的恩典内面看顾阮。阮也将台湾这个岛屿交托伫你的面前，求你看顾这个土地的平安，赐予执政者有智慧甲疼心。今仔日嘛求你继续带领固定教会，透过科牧师的正道，互讲的甲听的拢会当得到利益。阮安尼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我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这是我要来经读圣经，记载伫启示录第7章第1节到第8节。启示录第7章第1节到第8节。伫圣经的后壁面288页。这个代志了后，我看见4个天使徛伫地的4角头，即种地甲4面风，互伊无吹伫地、伫海甲一界的树。佮看见别个天使对日出的所在上来，摕真我上帝的印，对遐个得着权来伤害地甲海。4个天使大声讲：地甲海甲树，恁无得伤害，听候阮看印伫咱的上帝的奴仆的头页。我就听见受看印的会笑野，以色列的子孙正支派中间受看印的，共有144000；属犹大支派受看印的12000；属流便支派12000；属迦得支派12000；属亚设的支派12000；属拉达利支派12000；属马拿西支派12000；属西面的支派12000；属利未的支派12000；属以萨迦的支派12000；属西布伦的支派12000；属约瑟的支派12000；属便雅悯的支派受看印的12000。愿上帝祝福伊家己的话。即时咱要来赞美，咱要请小诗班赞美。今仔日要赞美是当答案无够时。赞美了，咱要请科牧师正道。今仔日正道的题目是上帝的应许。是我努力
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当答案不够时吼，其实咱的人生最时都没有满意的答案，对不对？但是有稳定的是，就亲像今仔日的诗班所唱的：当答案不够时，他与我们同在。愿这个同在也成做咱每一个人心内的平安甲快乐。伫分享进前，咱先同心来祈祷。听人的主上帝，阮来到你的面前，要认捌你永远无变的听，求你也帮助阮，伫阮答案无够的时，阮会当伫你的内面得到完全的平安。求你用你的圣心甲你的真理坚固阮的心甲信仰，将下面的时间交托仰望，求你保守。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启示录启示录吼，咱接下来要继续来看吼。这个中间吼，有经历过2个礼拜外口的牧者吼来讲道，毋该安尼经历过2礼拜了后，大家还记得上一次启示录停在哪里吗？哈？如果你要稍微回忆一下吼，你可能要现一下你头前。哦，灰虎背吼。我用那个很简单的方式帮你吼，白马牙经吼，赤马提刀，黑马提枪，好，灰虎背叫做戏吼。我都觉得我可以去当脱口秀的那个。好好，这个图像式记忆哈，所以不过第5印、第6印不好记哈，你们还记得吗？好，第5印是殉道者的那个什么呐喊哈，第6印是什么？天崩地裂，有无？好，所有的天色哈，宇宙万物的创造都怎么样？都崩坏了哈，所以这是前第1印到第6印哈，约翰互咱读的人吼，所看到迄个恐怖的景象吼，所以照理说，接下来应该是什么？第7印啊，对不对？好，不过咱今仔日所读的有没有那个印的感觉？没有，好，大家都还醒着吼。好，照理讲应该吼，不过大家会当对启示录吼，会当来明白到那个印的概念是什么吧？以为好，你们用记号来理解第1印到第7印的印，是不是？这个印吼，不是记号的概念。兄弟姐妹，这个印在头前约翰甲咱讲，这个印爱拍开是为着要啥？要读迄根册啊，是吧？印要这7个印之所以要被打开，是为了要读书嘛，对吧？好，所以但是很奥妙的地方是，这个第1个印、第2个印、第3个印，在拍开的时，拢互咱安怎的心就着惊的，有吧？它不是只是一个纽扣这样被打开，每一个印被打开的时候，拢带来上帝安怎？对世界的审判嘛，但是这个审判嘛是互咱人看到，多是咱家己做得来的，对不对？提刀提枪亚经都是带来人性的一个什么内斗跟自相残杀。上落尾，上帝所创造这个世界安怎冰的啊，整个全翻桌了吼。照理讲咱接下来应该爱来看第7印的灾难吼。不过对这今仔日所读的经文内面，我们会感觉到并没有吼，突然间来讲那个什么上帝的抗印吼，这又出现了一个印的概念，此印非彼印，对吧？虽然它都是用印的概念吼。我先将第7章1到17节
甲分做2讲吼。第一讲就是咱今仔日所要讲的吼，上帝的抗议吼，上帝的印记吼。第二后礼拜吼，咱要讲永远的百姓吼。为什么到第7印之前吼会有这2个插曲吼？这就要问耶稣啊吼。不过若是答案不够时怎么样？他同在。牧师吼不一定是万事通吼，但是感谢今仔日的赞美的诗班吼，用诗歌的方式来安慰、来鼓励咱、扶持咱的信仰吼。当答案不够时，你要会记得上帝甲咱同在吼。好，所以咱就要进入来看吼，上那个今天的经文吼，伊讲。这个代志了后吼，这个代志就是第1印到第6印吼，这个代志发生了后吼，伊看见一个异象吼，有4个天使徛伫地的4角头吼，地的4角头。好，我有 AI 好帮手吼，好来，地的4角头，这种地的4面风，互伊无吹伫地甲海甲一切的树。佮看见别个天使对日出的所在上来，摕真活上帝的印，对遮个得着权来伤害地甲海4个天使，大声叫讲：地甲海甲树，恁无得伤害，天互阮抗印伫咱的上帝的罗卜的头上吼。好，那这个是约翰看见的异象吼，所以咱就要来认捌伊到底看到什么意象吼？地的4角，这个4角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全地的意思吼。大家不要在文字上太执着哈。地球是圆的吼。这是一个概念吼，在咧描写吼，就是全部吼，全地所有每一个所在，大家乐吼。风咧，4面的风吼。咱会当理解吼，若是照第1印到第6印吼，它的脉络不会跳开，就是安怎？在讲起着上帝审判的工区啊吼，风掀起了那个天翻地覆吼的各种事情吼。只是说通常就会讲说一种很激烈的状态哈。那通常我们会讲天翻地覆，大家就谈论爱情的爱的天翻地覆哈，不是这么浪漫哈。这种上帝要审判的工区吼，天翻地覆是会互人安怎？着惊到吼忙迄石头安怎砸在我身上，也不要什么面对上帝的审判吼。所以这个风的意思是毁灭的风吼，是上帝审判的工具。若是对伊讲但是停下来吼，那个地甲海甲树吼，所有的树吼，就是在讲这个自然界吼，都还先不要吼。在这个动作之前吼，我们要先干嘛？帮上帝的仆人干嘛？在额头上盖一个印吼。所以对伊的时间序来讲吼，这个4风之灾吼，大概学者是在讲起着第1印到第4印所发生的这些灾难的事情吼。所以我把它聚焦来讨论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时间序了吼，就是讲在这个大灾难的过程的中间吼，上帝另外吼有做一寡代志吼，就是盖印吼、抗印这件代志吼。用这个图像有没有能够比较帮助大家想象？好这个应该不是当时候的一个面貌吼但是图像式思考吼，就是帮我们记忆一下吼这段经文吼，摕上帝的摕真活上帝的印吼，在这个天使吼有反复。加另外4个天使吼，可以让整个宇宙吼、人类的世界天翻地覆的这4个审判的天使吼，讲先稍等一下，就多嘛地吼，伊有一件代志爱先来做吼，所以伫这山只后壁的代志，在灾难要发生进前吼，他们是要盖印用上简单的话来讲吼，就是要保守属伫上帝的人嘛。上帝的罗卜是啥物人？就是属伫上帝的人啊。
那我们当然就会很想要问：有什么不属于上帝的？没有，这个世界宇宙万物的创造都是属于上帝，对吧？但是呢，框出来一个角色叫做人。人在这个地方很特别敢若亲像无看因的人，就无属于安怎？无属于上帝。所以在这里面也出现了一个比较吊诡的逻辑跟概念，对吧？好，这就是咱的信仰来帮助咱来认识上帝真理的所在那咱先照圣经的启示来认识这个盖印。我们先来理解这个印的概念印章是什么意思？看印章是什么意思？承诺。老师是说承诺嘛好还有嘞，记号。OK， 好，弟兄姐超爱记号。还有没有什么？代表。OK， 代表对不对？好，在那个时代其实大家说的大概都有涵盖到这个印章的这个概念刻印在一个物件，还是在一个人的身上刻一个印在古早的时阵基本上就是代表他的所有权。印章主人的什么所有权对啊，所以我刚刚说你们刚刚不管是讲承诺、代表、记号其实都有涵盖到这个盖印章这个动作的意识里面所以在人、动物或者是物件、文件顶面刻这个印的代表这个物件、这个人、这个文件是属于这个刻印的人的什么管理权利的上面真特别那是这个刻印这个印章上面的人是帝王或者是达官显要还会多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这个人、这个物件、这个动物、这个萝卜是属于不单单是属于我的权那点，嘛是我所保护的物件跟对象，他会更多一个保护他的权利的这个概念在里面如果是印章上面的名字是来自于帝王跟达官显要所以有保护的意思讲到这个刻印它第二个动作是刻在什么所在顶面？额头上，对不对？好，额头上做一个记号额头上做一个记号，而且那个上面是什么？有名字的这个刻印的记号伫启示录所讲的咱兄弟姊妹都爱想起到那个出埃及记出埃及的时阵伫逾越节的前一天的暗时摩西吩咐各族长安怎爱回去甲百姓讲，伫迄天的暗暝，恁爱用羊羔的血安怎涂在门框跟门楣上，对不对？是涂过年的，是不是开心喜气，是要干嘛？避灾难，避谁的灾难？避灭命天使的这个灾难，就是太大囝啦。那天晚上击杀所有的人吗？不是，迄天暗时只击杀什么？没有涂上羔羊的血的那一家的长子。迄天是太大囝的日子，对吧？你们不要想说灭命天使是那个什么灭九族灭全家不是不是灭门血案是灭长子所以迄天嘛是伫盘过节的这个暗时的这个记号是一个什么？一个救命的记号，一个救命的记号免得大囝伫迄天受到上帝的审判
啊是安怎是大囝嘞？因为这一家的罪恶要有一个什么代表出来啊，大囝。各位长子们，好，那个心里不要害怕，因为当不知道答案的时候，有耶稣与你同在。没有啦，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都是信仰的长子长女，知道吗？当你不知道答案的时候，有耶稣跟你伫地吼。好，所以伫天使、伫人、伫上帝的罗布的头额吼顶面来看一个印吼，跟那个面命天使的这样的一个叙事吼，其实是概念上是一样的，是要让当事人会当避免上帝安怎审判啊灾难吼。所以不管你安怎看你自己的性命，不管别人是怎么看你的生命，你要单单受圣神的帮助甲提醒，你是属伫上帝的人，知无？好，不是由别人来决定你的生命跟人生的，是上帝的记号，成为你人生的记号，成为你的救命的记号。好，有这款的平安吼。好，所以广义来说吼。广义的来说，外在的洗礼或者是圣神带伫人的心内，拢包括伫这个天使看印伫人的心上的这个动作的顶面。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动作跟记号，这个不是你人自己感觉如何，这是上帝怎么样？上帝认了啦，知无？现在大家讲我洗礼拢无感觉，无你要用强的吗？不是你个人的感觉，是你记不记得，当你做了这个动作之后，是上帝认了这件事情，上帝认伊甲你的关系啊，你在不在意这件事啊？所以兄弟姊妹啊，你若是还有感动要受洗礼会当请到牧师的办公室来报名，让你自己的生命，让你自己这个人成为上帝的什么？成为上帝的人，知无？好，我怎么会岔出去讲呢？可能是有感而发吧。所以，在学者的广义来讲，这个盖印的动作是有意义的。上帝看你是伊家己的人，是伊的所有权，是伊要保护的人。是我们被圣灵被天使盖了这个印，或是属上帝的人被盖了这个印，我们不只是属上帝的人，也是被上帝保护的人，这也是一个得救的记号。但是刷下来有一个重点是，这个不是随便乱盖的，因为有讲，这个在启示录的概念的内面，这个印是有羊羔甲白的名在这个顶面的。这个名字，这个印章的名字是谁的？你说圣灵来帮你盖一个印，就上面写撒旦，你们就惊死，对吧？所以这个顶面这个印章上面的名是什么人的？是耶稣甲爸上帝的名，是耶稣甲爸上帝的名，要互咱安怎领受这一个什么记号？领受这个记号。所以伫约翰所看到这个异象的顶面，咱就会当知道这个名对人性命甲永远性命的保守有偌尼啊重要不过这个就会牵扯出另外一个问题比较现实面的问题多人可能多信都会讲对，那这样子我已经有那个上帝的盖印了所以我就怎么样，不会经历一切的灾难的，对不对？这个是所有各个人各种人类想要去寻求宗教最大的期盼，就是我平安无事，对吧？然后平步青云高升主管也不经灾难，大家都想要有这种平安无事的历程，对不对？所以当基督徒也是有这个特权，对不对？看上帝的记号了后，咱就会当
不经任何灾难、试炼、困难、挑战，是这样吗？那不是，那该怎么？那所以是什么？如果答案不够就一直拿那个今天的赞美诗歌来回答。不行啊，牧师不能这样打太极啦。伫遮约翰要提醒一件代志，虽望有伫这个世界，上帝审判要来临的时阵，属于上帝的人、信上帝的人是透过勘验，会当莫经历灾难，但是无讲咱袂受到艰苦，甲世间所有的苦难。在这启示录有一个概念是我觉得蛮特别的啊。很多圣经学者或是牧师伫讲台仔顶也会这样讲其实信主的人是会甲这个世界安怎一起经历灾难的，但是因为属于上帝，咱的性命属于上帝，所以咱会安怎有气力会当赢过所有的灾难，是在这个概念里面那至于是怎么赢过所有的灾难我不能说因为你信主所以你分手就不痛苦，因为这是不可能的。那我也不能说因为你信主所以你失业就不受打击，我也不能这样说啊。我也不能说因为你信主所以你财务都不会怎么样出乱子，倒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纵使答案不够死上帝永远会赏赐教育的稳定，帮助咱来经历啦。好，那你说那牧师你这样有讲不就跟没讲一样？是因为我没办法在台上讲一种经历、一种信仰的历程，会当代表咱所有的人是无法度的。但是我相信，咱伫教会的生活的内面，咱伫兄弟姊妹的信仰的分享的内面，咱会当听到最个人的什么恩典的故事。所以所有的故事真做教会，真做上帝稳定的记号。这样子比较说得通吧？因为我看我自己人生所拄到的灾难跟苦难我自己这样一路走来我看一下弟兄姐妹，我们重叠性不高啊。因为恁自细汉未看到老爸，就认为讲做老爸就一定爱坐牢，对不对？但我跟你讲，这个概念我根深蒂固，一直到国中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认知错误。因为我出生的时阵是跟老爸伫家家内面相拄的，但是我俩最那个是日常生活，所以我嘛无去跟同学核对。我就想说啊，我同学出生看爸爸也是在监狱看的，但这个概念一直到我差不多国小比较有认知跟经验的时候，我才发现不是所有的人的历程都跟我一样，对吧？对啊，我讲查甫人，我以前拢是认为查甫人出生做查甫人，就爱做坐家三当。因为我对父亲的记忆是他就刚好第3年的时候被放出来。那因为那时候我本人呢，就是学习能力没有很清楚也没有很认真，就知道可能我把做兵3年当作坐牢3年。所以以前我都发生一个口误，说对啊，你们男生之后都要去坐牢3年。可是因为同学就会觉得我就是这样讲，觉得我只是口误，没有觉得怪怪所以都没有人提出指正我的习惯性这样讲恁做查甫人很辛苦的，因为恁成年之后就要去坐家3年这个认知一直到我国一的时候我才发现恍然大悟，我讲不对我讲不对安尼所以这是我自己的生命的成长跟经历。对啦，是当兵3年啦，但是现在已经不是当兵3年，好像就是有什么征兵制、募兵制较歹势因为我的目前旅行的不免做兵所以我大概对这个议题比较没有太多的研究
但是该保护台湾的时候吼，男性、女性只要是人吼，都会站出来保护咱家己的国家，对吧？好，所以拉回来，所以你讲，我认为伫约翰伫遮甲咱提醒上大的稳定，就算讲这个世界各种各式各样的灾难会发生，但是受到被上帝甲羊羔的名所看印的人，安怎确实会当得到永远活的保守。检测咱的身心灵会受苦，但是咱的确已经得到永远活的救恩啊！有被甲羊羔的名伫咱的心中，也意味着一个概念，就是咱是伊的安怎？咱是伊的囝。圣经一直用父神、父上帝吼，他一直把父的概念放在这里面吼，要表达讲，咱甲爸上帝是亲子关系，咱是伊的囝，也因为伊以爱咱会当得到这个身份，所以伊的确要保守、要保护伊的囝安怎，免受审判的灾难吼，所以。也毋望咱伫遮会当来抓即个最稳定。好，那大概印章的概念吼，讲到遮吼，差不多我相信大家概念拢应该真清楚。所以要请问兄弟姊妹吼，你的心内吼，甲你对你家己身份的认捌，你有即款的平安甲确信无？你身上是有父神和羔羊的名字的印记的人吗？是吗？愿恁平安啊！我认为这件事情哈，咱来定定伫礼拜中间，伫兄弟姊妹斗阵的中间互相提醒。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因为接下来有一段经文，接下来这段经文哈，我们可能会杀无啦。来，144000，这个身份是你现在信了就永远得着了，对不对？这个身份，这个确信是你即马得到的，永远拢袂无去啊，对吧？是这样对吧？好，你有这个平安哦，我是非常阿们的哦。我先跟你们说，来，144000难解的题，144000吼，无讲到恁的家族嘛吼，无讲到。许氏家族12000，我想说没有哈，他这边提的名单哈，熟悉圣经的人就知影伊咧讲什么款的名单？12支派嘛，什么人的子孙？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的子孙，这份名单是这样，对不对？来，各位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吗？12个支派谁不在名单上？你们不要偷翻答案，谁不在名单上？利未，完蛋！还有谁？没关系，你们就用猜的。来，谁不在名单上？但支派。所以想要弄个颠轨哈，我不是在讲40纪，我那时候就灵感，就是来一个灵感，想啊，那我们应该来讨论一下启示录，这样子让大家记忆犹新哈。学者普遍的看法哈，古今中外哈，大部分的学者哈，看这144000哈，大概都认为它是象征性的数目。但是这个名单嘛，确实提醒读的人哈，知影上帝甲亚伯拉罕的安怎，以撒跟雅各的约定，这件事大家不会产生太多的差异嘛哈，因为上帝确实是甲亚伯拉罕甲伊的子孙立约啊，对吧？嘿，立约那倒是就好了，可是立约了，就像盖印了一样，就是这个身份永远得着吗？哇，在这个名单上面有猫腻，吼。想要我要特别来讲这个名单，因为咱头都有讲到吼。其实这里面有2个名字比较特别，第一个是但支派不见了。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还记得40纪吗？好，那我等一下讲。第2个名字是以法莲，对吧？以法莲知道他是谁吧？
好歹人家也是北国以色列的代表哈，那个很拽的，好吧，我不能讲人家很拽。好，但是他不在这个名单上哈。那我先解决比较好解决的。好，以法莲的名字被谁代表掉了？嘿，约瑟。好，但是呢，这里面比较没有太多的争议，因为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其实约瑟跟以法莲大概就是系出同门呐。好，大概就是通常在圣经的篇幅上会用有时候会用以法莲来代表，有时候会用约瑟来代表以法莲。好，有时候以法莲跟那个约瑟会当作同义字。但是有另外一部分的学者认为讲以法莲之所以名字被换掉，变做爸爸的名又写放在面顶跟但支派名单被拿掉是一样的原因这是另外一部分的学者的看法所以那既然这样子，那我们来看但支派好了，我来帮大家复习一下但支派是安怎无伊你们知影这张图是啥物？好，你们不知道很正常，不知道很正常这个是伫考古学内面进前挖出来的一个遗址这个遗址是什么所在？我跟你们讲，这个遗址是过去但支派搬迁去到北边那个拉邑那个城市，有无？这个我来快速帮你们复习一下士师记。来，参孙是哪一个支派的？就要秒答我，但支派啊！他们因活动的所在其实是中部啦，差不多在中部那边。就安尼，就意爱迄个菲利斯人的查某人安尼有无？然后就是爱恨情仇都可以写《霸王别姬》的故事好，迄个故事结束伫遐了后有一个士师记有一个叙事，讲但支派搞不定上帝赏赐予因的这个应许之地结果因的支派内面大部分的人继续往北边去行到上北边有一个所在叫做拉邑这个城市因看了真熟悉因看了真熟悉所以他们就用什么强盗的方式灭城的方式把这个城市干嘛抢下来之后呢，就落地生根了。好，就把这个城市的名号做因祖先的名叫做但城。好所以这个所在就是但城这个土地这个相片就是迄当时敬拜金牛犊的一个祭坛。这个坛是挖出来的它的年份就是那个时代的年份然后这个外国语我不太会念我讲因为相片真细张啦你刚知影这个坛偌大人是安尼，这是人的比例，这个银色他们抓出来，考古学家抓出来是迄当时现在的大小的尺寸所以这个城市也有其他的相片跟他的那个城市还有那个长老坐在城门口在那边判案这都是以色列人的文化那个你们可以自己上网去查因为这个考古的资料已经都出来了第士师记18章的第30节但支派在拉邑落脚之后第一件代志就是为家己雕刻偶像，就为自己雕刻偶像，但是他们雕刻偶像，帮偶像命名叫做什么？耶和华上帝，知道？所以他们自己合情合理做了一个自己内部的宗教改革，只是把上帝改掉了。你们不要想说宗教改革都是好事呢，拜托看一下内容好不好？但支派是不是做了自己的宗教改革？他们把耶和华换掉了，帮他换了一个有形象的牛的坐骑什么之类，结果合理化这一个宗教改革，哇塞，大家觉得哇，我们要做宗教改革太好了，所以一直延续到
南北两国，所罗门之后，所罗门王了后分裂为南北两国了后，耶罗波安什么？我们要体恤大家去做礼拜，太辛苦了啊！不然你就，我不能说坐在线上直播了，不对哦。好，就是我去野外好了，好，去其他地方啊，我去酒店那边敬拜上帝好了，反正自己做宗教改革，因为上帝无所不在，好，就不要自己乱诠释哦。因为耶罗波安这个国王体恤人民，不要逐摆吼拢奔波吼，搁爱坐高铁去到南部的耶路撒冷，底下来献祭，所以他就在但这个城市、甲伯特利这个城市南北两地设立了祭坛，跟建造了金牛犊，甲百姓讲，这就是恁所敬拜的耶和华上帝，恁伫遮献祭就好啊。所以就算讲上帝吼出伫人民，一直透过先知吼咧考劝北国吼讲啊，恁着爱悔改，恁着爱悔改吼。啊，二十几个，毋知22个国王还是28个国王吼，安怎？无一个要听话，大家拢惊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照他所行的恶来违背上帝吼。这个是北国的下场。以前大家就讲啊，迄先知安尼画到讲到有喙无烂吼，结果大家无悔改嘛是活咧好好的。所以，哎呀，我们不用理会上帝哈，不用照上帝的意思，我们就典范转型哈，自己用自己习惯的方式过宗教生活就好了哈。大家拢感觉无出代志嘛，一直到上落尾，上帝的审判单来啊，但支派从此怎么样，消失在这个约定里面。但支派伫上帝的名单顶面安怎撤销伊的名？所以对这件代志，结连做伙伫约翰的异象的顶面，来帮助咱做一个信用的反省甲思考吼。但支派久长以来敬拜偶像的行为，偏离上帝的救恩，其实因对一开始就是打从心里不相信上帝。不跟随祖先的信仰，敬畏上帝。第几代？第3代拿定。因为你刚知道但支派请谁做他们的祭司？你哪等去看叔叔给他们请摩西的孙子。这因这个祭坛的祭司，摩西的孙仔呢？摩西的孙子，伫信用的顶面。对今仔日第一节到第8节，信心来帮助咱。其实你们觉得信上帝比较容易，还是不信上帝比较容易啊？兄弟姐妹，哪一个对你们来讲比较简单？或者不要说对你们来讲，这样有一点侮辱你们哈。好，你们觉得人性好，人类信上帝比较简单，还是不信上帝比较简单？人性不信，对不对？我跟你们有共同的看法。我跟你们有共同的看法，我认为人的本性，无信上帝是较简单的，因为卖惯就好，较轻松啦，较轻松啦。要跟对上帝，要敬畏上帝，这件代志吼，较恶地做，较恶地做。因为咱要伫任何的状况的下面来继续相信上帝，其实真需要上帝的帮助。咱人真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心情的影响、关系的影响、金钱的影响、身份地位的影响，就是真无简单受上帝信用的影响啊。所以我伫遮上落尾要勉励我家己甲咱大家，当答案不够时，其实我们就很容易离开上帝。所以我们要像马可福音第9章那个父亲一样。伊看见家己信心不足，甲耶稣讲：“主啊，我信无够，求你帮助。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所以是安怎？咱逐礼拜组织这一会，咱做伙服侍，咱有团契，因为人性是很软弱的，人性是很软弱的。透过咱的斗阵，透过咱的服侍。
同工来提醒咱是有上帝的囝的身份，但是咱若是受圣神的提醒，咱信心无够野的时阵，咱会当耶稣来求主帮咱，愿咱拢会当珍惜上帝以爱将伊囝的身份赏赐予咱人，咱也珍惜这个身份，知影这个身份的意义。毋是这个教会，咱伫做伙敬拜上帝、做伙领受圣餐的时，咱会当受到上帝的恩待，互咱的心、咱的灵魂珍惜甲意爱，成做上帝的囝。咱同心来祈祷，真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已经照着侪的做法，将你的印、你的名的印放伫阮的心上。但总是主，阮的人，阮真正软弱，阮定定会受到环境甲侪代志的影响，煞袂记你即个身份的宝贵。所以恳求主你的圣心，也恩待阮，互阮无因为伫这世间的事物来影响阮看待家己的身份。求主帮助阮，紧紧抓着永生上帝的印记，保守阮一直到世界的落尾，嘛怜悯阮毋通甲弹子派共款，伫过程的中间就迷失阮的信仰。求主你坚固阮的心，互阮活出永生义人的生活，一直到你的时间来到。阮安尼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喂，应该是因为我放在口袋的关系，等我一下。兄弟姊妹，大家是咱要做伙来守主的圣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纳属伫伊的教会的陪餐者来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凡纳归向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愿主耶稣的稳定，甲恁正人三角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予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就写来背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捧杯安尼来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恁的是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伊有摕饼祝谢，所以咱要照伊的名，咱要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要纪念耶稣永远的祭司，阮谦卑恳求你。差派圣神来分别阮做圣，也分别摆咧伫你面前的饼甲杯做圣，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伫你的稳定的帮助的下面，成做阮属灵的培养，成长伫你的稳定内面，荣光你的圣名。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请服侍的小会员。
咱逐摆自己做一会来领受主的圣餐的时阵，就是咧提醒咱有上帝的囝的身份。检测咱敢若是特别是伫有这种领受圣餐的仪式的内面，我们会感受到那个神圣性。但是兄弟姊妹啊，我也要为着咱的灵魂来求圣神的帮助。我们只在这个时刻记得我们的身份。我们在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里，我们都被圣灵帮助，记得这个身份。这个身份是何其宝贵！是耶稣牺牲伊的性命，赏赐予咱的。咱的信仰当然唔望咱家己的生活、人生可以过得精彩，但是兄弟姐妹，我要邀请你，在这个身份里面，即便你觉得你的人生不精彩，可是你的身份是永久的。这个身份提醒你，不是别人安怎来看你，是上帝安怎来看你，是上帝怎么看你的。他会看见你很努力的生活，他会看见你要克服很多困难的不容易，他也会体贴。我当时我们要跟家人沟通，就是那么困难，就是那么辛苦，那些辛酸。但是上帝没放你一个人，因为你是他的孩子，他会跟你在一起的。请问还阁有人无摕到吗？咱做伙来领受这个饼。食了后，也安尼旁杯。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请小会员。这个会耶稣讲，是伊所设立的。伊所设立的是什么意思？是耶稣买这个单了，但你呢？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身份？你愿意的话，耶稣的确要保护属于伊的人，伊会鼓励你、陪伴你来成长，伊会安慰你。当你不能克服一些事的时候，
伊会差派天使，伫你的身躯边，成为你的伙伴。这拢是上帝做代志的方法。但是，你的目睭、你的心灵，敢有看见咧？耶稣跟我们说，这个血是在他的名字里面设立的。你愿意领受，你就得着他跟你的关系，你也得着这个身份。这个道是要搁一遍来提醒咱，我们是蒙恩的，我们是被爱的，我们是被上帝关心的。所以这个新婚很宝贵，我们不要像但支派一样轻忽这个身份，不看重上帝的吩咐。我们爱他，也愿意照他吩咐我们的来做。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血设立的。既然恁的事，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三角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的平安，甲恁众人三角伫地，咱同心来祈祷。听人的阿爸爸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是听阮，你想事你永远无变的听，甲真理伫阮的中间，你也互阮会当领受这个分别做成的圣餐，诚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恳求你帮助阮，互阮会当紧紧抓住我们跟你的关系。互阮珍惜你所赏赐阮囝的身份，互阮有快乐、有平安，通行这条在世界上不容易走的道路。即便我们常常不知道答案的时候，我们有平安，因为知道你与我们同在。阮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三家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就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搁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三甲来唱回应的圣诗，圣诗第159首，主点我心内无惊吓自在，请给你因全首。主点我心内无惊吓自在，这世间。
念你无停，你做我坚定，互我有光明。主做我智慧，互我通我靠。若是缺点伫你手里照顾，你做我天父，我做你的镜，你甲我结连，我甲你共行。世间无一项比你较宝贝，因为你惜伫我永远袂悔。你是我一切，我要信靠你。天顶的君王，世间无通比。天顶的君王，互我为得胜，传你带我到天岩顶顶顶，也是有感人，也是大面册。我歌单对主永远无也色。阿门。请坐，咱三个来奉献。请起立，咱三个来吟奉献的诗。伫世界充满不安的时，你永远纪念属伫你的人。感谢你用稳定的记号看应阮，毋是因为阮完全，是因为你先疼阮、拣选阮，互阮知影阮永远属伫你。求你帮助阮，会记你这个身份，伫软弱的时有信心，伫困难的时有仰望。伫顺境的时，心存感恩；伫逆境的中间，有你的保护。这个身份要帮助阮勇敢甲你同行。愿你的看应深深刻伫阮的心内，互阮一生跟对你。你是阮的爸，阮是你的囝，互阮常定定转来到即份已经领受的稳定内面。阮担你面前，伫你面前的奉献，感谢你会疼痛甲稳定，愿咱的同心祈祷，拢是伫耶稣的内面。
阿门。请坐。今仔日敢有新来的新朋友？若无安尼，咱三甲来请安，咱来唱平安的诗，平安的歌。好，我简单讲啊，有许久未见的嘉琪兄，哈哈，潘嘉琪哈，好，还有恒德长老夫妇哈，还有那个黄方正是吗？方正兄哈，对 Vigo 登来。好，那我们等一下请安啊，还有谁？好啊，好像儿子哦，方正兄的儿子哦，欢迎你，平安。好，来我们唱请安的诗哈，前后左右打招呼。我愿主的听真实来听你，我愿主的听真实来听你。我们前后左右打一下招呼哦，跟大家打招呼。一个礼拜没有看到，欢迎大家。好，报告大先，咱三个先来读今仔日的经句。今仔经句较长，吼，咱三个用台语甲华语来读，请。搁看见别个天使对日出的所在上来，摕真我上帝的印，对遐个得到权来伤害地甲海，四个天大声叫讲，地甲海甲树，恁无得伤害，听候阮确认伫咱的上帝罗宝的头野。启示录7章20到30。我又看见另一个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上帝的印。他向那得到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4位天使大声喊着说：你们不可伤害地和树林。等我们在我们上帝众仆人的额上盖了印。启示录7章2到3节。好，消息报告，咱先来看消息报告的部分。第一项小会甲圣礼典公告，今仔日早起9点。小会员会备办圣餐，礼拜后咱要继续续会，伫小会议室，请小会员准备心参加。第二项，咱今年是释教68周年，吼，咱有办一个活动，就是咱邀请咱足久无转来咱固定聚会遮个会友，吼啊。欢迎大家会当邀请，时间是6月21号，咱早起10点的一个感恩礼拜，11点半咱会恩典餐桌，12点咱有一个迄落岁月留声的一个活动，12点45分的祝福甲传承，而且大家会当邀请，咱同感嘛一直咧做这项代志吼，咱会有一个小组吼，咧邀请咱。过去伫个固定聚会，遮个会友甲一寡朋友会当转来咱遮吼，来三甲庆祝这个释教68周年。好，第三项报告是小年大学伫个6月26号的节业礼拜吼，6月这个过来就是8月28号早起10点是返校日吼。咱开学是伫个9月8号，拜2早起10点，请大家继续为着教会伫个做社区的事工来关心甲带导。第4项，咱等下要庆生会，要庆祝6月份的上青，等下咱这项代志，咱等下则来请小长乐主持。团契消息的部分吼，青年团契伫个
今仔日伫个副堂会有一个聚会，后一周嘛有一个专题，是请启明牧师来做一个专讲。第二项是小年大学后一礼拜的课程的即个预告，欢迎大家当来参加。你若无报名，嘛是你若对即个课程有兴趣的，嘛是欢迎你会当来参加。第三部分，妇女团契6月份的月例会的部分是6月20号，会请到迄个邱凯丽老师做一个专题演讲。请大家当伫个公布栏报名。具体消息的部分，李进辉老师的个别礼拜伫个6月10号，伫个6月10号早起11點，伫个台北市华爱馆一民厅，则大家为着遗族来关心代祷。好，咱报告听伫遮。迄落小长老，咱来庆生会。咱小长老是咱关怀组的组长吼，因逐个日的即个庆生会吼，就有足侪无共款的即个活动吼，咱甲时间交小长老。喂，大家平安。哦，真欢喜吼！甲顶个月甲即个月啊，真紧了，连要去接做伙啊咧。吼，我甲看即个顺序单吼，咱总共有18个啦吼，毋知影今仔有到18个来到头前无？我看吼，今仔来参与迄个咱的迄个大礼拜中间只有3位啦吼。第一就是咱敬听的柯牧师吼。第二位就是咱谢安长老，第三位就是咱文良兄，咱是毋是要来头前遮，互大家唱庆祝诗歌好无？来。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还有2位小朋友哈，我今仔日吼特别派代表哈，小朋友的无？小朋友好来我们特别跳这个小天使哈，来还有2位哈，来好，今仔会试哈，伊来的时阵呢，唔是穿这恤衫呢，伊顶底啊，佮放一领这领红色的衫呢，来，关键吼，佮换我今仔日呢，柯牧师生日佮伊的默契谢安长老，佮伊的。表兄啊，叫表兄嘛，表兄呢？要来过生日呢，大家要唱歌，伊讲今仔一定要穿红的来，免歹势啦吼。咱有要讲几句话无？无讲嘛，无要紧啦。要讲的，家己讲。无要紧是安啦。对，无要讲，无要紧。小朋友要讲无？平安。真欢喜嘛，真感谢吼！我们6月的寿星吼，阵仗是没有5月份多哈，但是我们很恩典吼，咱甲高点教会吼，同一个月份生日哈，然后嘛真欢喜，感谢当兄弟姊妹伫遮做伙来成长伫遮享受上帝囝儿的身份。我们在一起成长，可能虽然会辛苦，但是我们是幸福的。愿上帝祝福大家。我讲哈，是你要祈祷，我来祈祷。
无咱来为这咱6月份的受洗来同心来祈祷吼。主爱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阿罗你，感谢你丰盛、恩典甲信实，带领6月份受洗行过人生的岁月，佮加添年岁甲祝福。特别上帝，愿将每一位受洗恭敬交托伫你的手中，无论伊是参与伫会中以下的姊妹，也是阮敬听的科牧师，也是线顶的兄姐，愿感谢你的看顾、保守甲带领。伫未来的日子，求你互因有健康的身体、平安的心灵、喜乐的性命甲充足的稳定。无论伫家庭、工作、学业，也是教会事工上，拢有你的智慧、引带甲丰盛的稳定。嘛求你坚固因的信心，互因更加亲近你，佮听你的话语，伫属灵的生命不断的成长。愿每一天拢经历你甲因伫地，伫因困难中有气力，伫因软正中有扶持，伫因等待中有愿望凡事拢有看见你美好的旨意。主爱天父上帝，你常常为伫因的身边，你的恩惠永远甲因伫地，嘛甲阮众人三甲伫地。愿所有6月份的受洗，伫新的岁月，温上加温，力上加力，应神应人。阮的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子名求，阿门。咱搁一届甲掌声一下好吧？好，掌声。对，很用心为我们预备那个祝福的礼服，这样子哈。大家支持咱同心哈来功德。咱为了家己的性命来感谢上帝，也为着咱所得到这个稳定的身份来感谢上帝。为着咱伫这个世间，咱甲人的关系，特别是我们跟家人的关系，求主来帮咱。有时候那个爱是那么的难实践，有时候要好好相处，好像找不到方法，求主来怜悯。为着咱每一天的工作所欠缺的能力、意志力，还有努力，咱恳求上帝，甲咱同在。AI 的时代改变人的生活，但恳求上帝，想事永远无变的听，伫咱的中间，也为着伫咱中间身躯欠安的兄弟，甲因的家庭，来仰望主的保守。有时候照顾是很疲累的，但是我们也在那个疲累里面，看见我们很需要恩典、体谅、资源和安慰。求主亲身来救赎每一个欠缺的人。主，阮同心为着侪项的代志，自己伫你的面前，阮三体祈祷，恳求你亲身来纪念、来赐福。愿阮的心有永远的平安，因为知阮是你所疼的囝。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回来唱上落尾的圣诗，请起立来吟。愿主
愿主你来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你心心的安宁。甲你分享主的疼痛，亲像长老我水，你望母暗暝看见主的光。毋通袂记你是上帝所疼的囝，伊已经将应允甲永远不变的印记放伫你的心上啊！若是你有欠缺、无有信心的时，毋通袂记你，受圣神的提醒，知上帝的确已经甲你同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倒，请咱听候音乐结束，才来起身离开。愿恁平安啊！我们小会啊，我们约12点到12点5分，好吧？因为我要跟弟兄姐妹请安一下，谢谢。